现代台语版圣经以赛亚书第42章，上主讲：看咧，我所扶持的仆人，伊是我所拣选、心所喜爱。我将我的神赐予伊，我会伫万邦施行公义。伊袂出声发，袂大声嚷，伊袂伫街头巷尾喊互人听见。受伤的芦苇，伊袂压断；灭火的灯火，伊袂焚熄。伊会确实施行公义，伊袂灰心，嘛袂失志，一直到公义伫地上确立。众海岛拢仰望伊的教导。上帝创造天，甲天铁开，伊造地甲地上的万物，将气赐予世间人，赐性命予伫地上底生活的人。这位上主，咱的上帝安尼讲：我上主调你来实践公义，我有牵你的手保守你，通过你，我甲万民订契约，要互你做万国的光。你要开失明的人的目睭，互受管的出家眼，互坐伫黑暗地牢中的得自由。我是上主，这是我的称呼。我袂将我的荣耀让互别个神明，袂将我的称赞归互偶像。看咧，早前的事已经实现，现在我对恁宣布新的事，伫还未发生以前，先讲互恁听。海甲海中一切的生物，海岛甲岛内的居民啊，着对上主唱新的歌，对天边海角称赞伊。荒野甲内面的城镇着出大声，其他人的庄舍着欢呼，西拉的居民着欢喜唱歌，对山顶大声发。因着将荣光归互上主，伫众海岛宣扬称赞伊。上主话亲像战士出征，亲像勇士激发斗志。伊会出声发，大声叫，勇猛攻击伊的对敌。上帝讲：我已经忍真久，一直恬恬无出声。当我要采取行动，亲像产妇哀哀叫，直喘袂离。我要互大山小山拢荒废，互所有的花草干了了。我要互江河变做干地，互湖水拢干去。我要带失明的人行路，行因毋捌行过的路。我要互黑暗伫因面前变做光明，互弯巧的路变做直直。这个事我拢要做，绝对袂放弃。我靠雕刻的偶像的，对铸造的像讲：恁是阮的神的人，即款人一定失败，受大体辱。恁遮个臭耳的着听，恁遮个青面的着看。啥人比我的仆人搁较青面？啥人比我册的使者搁较臭耳？以色列啊，你看真多，毋过袂明白；你耳仔拍真开，毋过袂领悟。上主意爱秉公行义，将家己的教导发扬光大。毋过，遮个受抢劫剥夺的子民，拢关伫地穴，禁伫监狱。因互人做拿物赶走，无人解救；因互人劫走，无人要求放因。
恁中间有啥人会关心即个代志？对现在起有啥人会注意即项事？啥人将雅各交互人做礼物，互以色列出在人抢劫？是因所得罪迄位上主本身，因毋肯行伊诶道路，毋肯遵守伊诶律法。所以，伊将猛烈诶受气、战争诶暴力，拢摒伫以色列身上。因互烈火包围，毋久拢无要无紧，互火烧着，嘛还皮皮。